乖乖，莫叫，阿妹下，用个啥？阿妹冇能用个啥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，也是按久冇看到亲人，冇看到张强的声音呢，见按到乐。好啦，同大家可以再说玩笑，因为吼，今日嘅节目伫到福喜来，我同大家来分享一只算是新的一只行业无，其实按到有人讲伊是月子中心，也是有人讲伊是月子妈妈，因为呀哈，天天时代的进步啊，有越来越多人现呀用月子中心也是月子妈妈的方式来做嘢。今日嘅节目伫到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，细讲来分享。今日嘅节目伫到有请多位来宾，是我们的幼儿乐的经理欢迎海山经理欢迎。你好，阿 Q 妹，大家好，我是幼儿乐海山。嘿，欢迎经理来到节目当中，今日就会麻烦同大家来分享，上来啊也做嘢有按到嘛个要注意嘅，按到嘛个按创业的事情，韩国其实我说好像在这个小 baby 啊，都洗乌牙的有冇？我用嘅来招呼呀，长出洗也就洗乌牙的一条小秘密、小知识，我同大家来分享嘅。嘿，不过一开始就会想来问一下经理啊，因为像大家研究提供你东方人。对，非常重视呀做嘢咧，也就少。古时候想同大家来分享，上来做嘛，该要做嘢咧会按创业。嘿，以一条东方人来讲，做嘢係講一條姜富人家，姜萬人到犧牲日一隻行長一隻歌場，到犧牲日，對，到犧牲日，尤其一條客家人，特別重視。有人講做嘢係咪三生日，一條客家人當到一張嘢三生日啦。係，當想講三生日，啱講一條客家人做嘢要做足犧牲日，爭算做嘢做完。客人要做犧牲日咯，對，犧牲日。咁做嘢當創業一點就講，一條。以前客家人當做，尤其一條富人家當做，咩喺屋企當創業嘅一分子，一條身體係調養好來，加我對我姜萬人，嚇我還可以做甜食啦，嚇，所以就較重嘅食。故說以前咩食較唔好，故說做呢一隻時間，再好好來調養人嘅身體，嚇，嗰一陣嘢咩做唔得出外哦，所以喺屋企好好做呢。好好來休息。也係按傳統行業做嘢咧俗錯冇？比如講人家講做唔得出門。啊，對。韓國有那條，比如說是像是金器啊，做唔得做嘅事情啊，也係講聽說會做嘅事情。係，呢度客家人嗬，一般做嘢來講，食青島麻油雞，雞酒，嚇，呢度客家人講雞酒，個煮嘢味，係喺客家人講做嘢嗬，特別講較食得較多嘅東西，食補嘅東西。咁講呢度講一下，實在無窮樣咩進步嘅，嚇，可以我哋主編都講，較重視講呢度姜萬人嘅富人家嘅營養素，嚇，要均衡營養。咁阿權妹講有冇愛講呢度？文化哈，做嘢咧俗，呢度客家人特別重視做嘢一件事情。哦，做呢度一片有看到哈，嘿，也一盤醋誒，係物價哈，也其實係呢度貴良高誒，呢度哋講客家人做嘢洗成一天要洗太鳳醋。哦，有聽過冇？有聽過。唔過我頭擺聽過嘅時間，我撈到像南部嗰片，因為我第一擺聽過有太鳳醋，係啲屏東內埔嗰片有聽到。內埔嗰片咩當到人有種安尼太鳳醋，呢度客家人做嘢洗太鳳醋係千基本嘅。哦。咁太鳳醋唔係講槍太鳳醋天天咯，有太鳳醋。香蒲，個還有薑麻，對，還會加藏樹葉，個百里葉，嚇，以前誒就裝皮係同佢洗走來，尤其係5月節摘嘅前後，嚇，我同佢洗走來，個誒就裝皮我同佢
困到像草结样诶，安尼一困一困诶。头摆人就会安尼困起咯。伊遐去市场伫应该就上海市场下去买到草结咯。咁应该就因为伊遐现在跟阿 Q 妹妹有讲到，因为年底捏的中心哈，因为年底我卡周捏，咁应该就同一条东西同佢剪到悠悠诶，都用推起来。安尼，因为就伫煮家下煮较方便，煮唔爱讲像以前安尼煮到散。错，故说也穷样没爱用煮诶。对，一定爱用煮。个还有讲到洗身家下吼，因为就客家人做唔得同到上水，就所有应该就洗漱也好，洗身也好，洗面也好，所有的水一定要煮滚。听说爱用火然后给煮滚就超个。爱煮滚，做唔得同到上水。这么个要按你讲喏？因为哈呀，其实没有医学根据哦。哈，因就讲人家哈哈都因就看人都差不多700张年家哈，味道一本，因就较顺势讲人，因就身体会自然分泌一个叫松弛素。松弛素，嘿，会把我们的骨盘骨骼哈全部打开来，好，会较好讲人。咁打开来的时间，假如讲通到人的水、上的水，咁水的寒气哈，就会照到人骨头底板，寒气，就会变到会素软、会僵软。好，不说，就装皮。以前的时节，迄因为讲，就会水无按枪力。好，故说，装皮一定会煮够滚水，好，本就妇人家做年的人用。咁一下呢，就煮讲较充实，尤其客家人都一下寒冬准数，就会服务咩穷样。好，洗身的水，好，洗头的水，洗马甲的水，一定要煮滚。对。哇，我听到今年安尼讲，就会起鸡毛皮的，因为安尼讲，因为我吃到阿妹真去迄冻辛苦。你看刚刚佢讲到700年的还会身体会分泌那个松弛素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可怕哦，骨头要把它撑开来，然后讲声音呢。今天这集阿 Q 妹真的觉得要。觉得妈妈都很伟大，天底下的妈妈都辛苦了。对，古时候刚还没有讲到，洗身的时节除了爱用足够的水以外，刚刚慢慢讲汉人听说都会用呀太风草来洗身。韩国人刚刚讲底部有冻的东西，都会躺起来就会本人会发就会有蛇味安尼。对，比如讲人家讲姜麻。对，太风草很多。伊洗太风草，最重要的原因主要讲，避免感冒。好，看唔会环岛，中间迄环岛的话，哈，迄懂麻烦一件事情，就做冇办法进步哈，做冇办法以调养家身体。个还有讲，就太风草哈，底杯有捏啊、香蒲啊，其实佢洗身家哈可以安定神经。有香味，洗完家做当舒服。我说大摆洗身洗完讲，迄做你客家人做你最舒服的一件事情，就系洗太风草。哎呀，莫讲佢安尼有一窝哈，佢洗起来当舒就是当清香。对，有个香香的感觉，有涩涩的感觉。洗太身已经不只是有那种泡热水的这种舒爽的感觉，还有当香那种疗愈的感觉。对，唔讲爱知道啊，像安利东方人，尤其迄刚才有讲到客家人特别重视呀做嘢，唔过啊，像当到洋人、西方人，佢就对呀做嘢咧，伊像无像 NQ 用按充实，也系讲佢就想法地度，也系佢就习惯用嘅来做嘢，咩想去来问一下经理。西方人吼，像我前几代我睇娘弟弟美国做嘢家下吼，佢就1万人，佢富士做本地冰淇淋。哈？本窟。亚洲对，这，我觉得天师仪头前的阿婆啊、阿姨啊、妈妈可能就会吓到就乜嘅。错，我記得我家娘去同我太娘子做嘢家下，佢富士吼拿1碗本窟比家下，啊，佢咩？不管佢係咩外國人，佢用客家話，伊媽講，有冇可以幫阿妹食本哦？要按對人講的事情，按本的事情。按個西方人講嘅原理係止血，即係講，就講話你我當到血咩？嚇，當到血我排出去，嚇。咁古時候西方人就講，我要加食本呢，本佢止血。好，止血让它止血止住，不要让它再流。咁講，就東方人都冇咁樣哦，就係要同歐洲嘅血同佢排槍來。嗰時也係
第一只文化俗的无穷腰，个天意提针的无穷腰。提针的无穷腰，古说唔看，人家就东方人吼，做万年，讲万年，还像细伢子一样的，哈。啊，唔过西方人做路会较夹，哈，佢就讲万年，好看无安尼好好调养。古说佢就都差不多40更年期间哈吼，做路发都倒夹。转过来看，你猜我生几个？身材暗好暗超，唔讲唔好讲爱都新啲嘛，爱讲3个。哇，很强哦！爱讲3个哦，古说爱咩好上讲啦，古说我讲阿群妹，爱趁爱见好上夹夹。现在阿群妹稍微转移话题，突然觉得压力好大。唔讲嘅，即係嚟看到吼，其實也東方人同西方人做嘢嘅想法係完全冇共樣。對。哦。嗰時我咪同感請講，阿簡陽吼，阿媽媽也就同我就呢嚟做嘅同好。嗰時誒就身體以前唔好嘅身體，我以前動物很多，動物不平嘅。哦。呢嚟做好來，體質可以完全改變哦。真嘅。啊，唔過做嘅講，假如唔做呢冇好好做，唔咩話。落下很多病根，对，因为你做嘢做完哈，我腰骨痛啦，哈也唔爽快，嘅唔爽快，其實我想講啊，安尼做唔得，我強加一集來做嘢。原來係安尼，阿佢每條擺就接上有聽到人講吼，強太生嘢嚟做嘢嘅時節吼，有做好就像重生一樣。故說其實啦，做嘢對安尼東方人真係當重要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韓卡度知識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。今日節目地度同大家來紹介呀，中醫的中心，韓國呀，我們講的月子媽媽生來也係用的來，怎麼來運作吼？啊，佢們真係咩東上來的，不過其實也真係提供到產婦，提供到爸爸媽媽，提供到家庭當中的方便啊，真係可以用按嚟講。故所今日有請到海山經理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一下專門想來問一下海山經理啊，人家公司主要係提供按到乜嘅服務，半日到產婦，半日到家庭。我公司啲苗栗園，好，之前我自家我剛有講，我叫我3週4年嘅，我就每次都講，你用做呢一件事情吼，按麻煩吼，按到規矩，好，嗰時候我沒有想，我就掌握去一想到講，我要個方向來做我的創業，哈。啊，幾時間哈，主要我就一下做嘅係到府服務的部分。到府服務，因為就啲客家上，客家人咩較省啦。嗰時候講真嘅，我以呢個重心，好，咩冇按到，咩我一考慮到錢的問題，好，嗰時候我到府服務嘅話，好，我們就可以比較貼心，然後的照顧媽媽，好，所以我們公司的服務基本上分成3大區塊哈，第一咧，好就要訓練要有爸爸媽媽，好，還有愛同新球冇愛做嘢咧，好媽媽，好，我還有真正愛做一行嘅，人家講月嫂，專職的月嫂，專職的月嫂或是月子媽媽，哈，我就係講月子秘書，月子秘書，嘿，呢個秘書，因為人家都要負責的事情多多，哈，個也係第一章訓練的部分，第二章呢就係講媒合，哈，人家就要介紹講，呢個媽媽哈，去屋卡同服務家下哈，愛做乜嘅事情，愛注意到乜嘅事情，就啲伊有神通家下，就同呀新的媽媽新媽媽說哈，人家就做嘢愛注意乜嘅事情，個看人家下要注意乜嘅事情，佢可以事前去做準備，哈，做唔會講手忙腳亂，哈，個第三咪做人家就新的服務，就係會做嘅乜嘅食材的配送，對，做買菜的問題啦，哇，主要就係呀3隻大方面，不過呀3隻大方面還有當到內容要同大家來紹介。我先來問一下，這個你剛剛講吼，這個月子秘書啊，感覺它是一個，因為一般頭擺嘅小可能就係媽媽。
也系婆婆帮新婦也系某嘢来做嘢。不过这样子，月子秘书生了也爱做按斗嘛该事情啊，刚刚有讲月子秘书爱做懂事情诶。来特别主讲吼，哎就月子秘书哈，月子妈妈就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真嘅，像菩萨样诶，因为佢爱天数哎就不卡人哈，大定所有的事情，因为他讲工商时代，都做阿婆为年哈，好，佢还得上班，哎，有可能哦。哎，嗰时候當以前佢可能中年家下咩夾家娘同佢食鵝鴨，照顧鵝鴨，嗰時候佢起價咩冇一天歪。哦，對。嗰時候我哋要按你專業嘅服務哈，對佢哋嚟講都當方便，哈。咁嗰時候我哋愛照顧嘅方面，加講鵝鴨。哈，鵝鴨嘅 V 呢？哈，安樣嘅 V 呢？哈，安樣嘅 V 呢？個還有鵝鴨嘅細神，個愛看佢講，係咪有黃疸啊？哈，它的皮膚，好，或是有沒有一些反射動作？尤其鵝鴨嘅反射動作，哈，在新生兒的時候早期發現，就可以早期治療。反射動作，比種講從怎樣的反應？唔通生年呢，係咪當我學到？對，所以呢，鵝鴨嘅吼，佢咪佢啲媽媽嘅子宮底擺，好，將腳壓出來，佢對呀環境係當冇安全感。對，好，嗰時候就特別鵝鴨嘅新生兒，就會同佢用包巾安尼困定，就會本佢有當好嘅安全感。嗰所以呢，樹標那架，就太年嘅樹標那架樹行架，佢就會當自然會確定。哦，好，假如所以嘅樹佢冇確定。係講，就啲骨架腳架下吼，佢冇反應，都可能就要當做醫療，嚇。嗰所以呢，夾新生兒嘅特徵要較無重要。嗰時候一定做就傷口架下，一天都要同爸爸媽媽、阿公阿婆吼，嗰還有就做呢個月子秘書，一天要本佢就清基本嘅知識，一天要啲。嗰時候會同大家來上課就錯嘅。嗰時候就月子媽媽啲屋卡照顧架下，嚇咩？可以直接教新手媽媽，因為彎腰貼嘅，因為細神，從細神要真係懂難嘅。同我媽媽講吼，阿佢乜顏色嘅時間，佢第一擺會兩個細神，佢唔敢洗呢，夾夾淋沙來，來幫我們家鍾玉琴洗一下澡，這樣子。因為新生兒剛供出來鵝鴨係娘太太，好，跟娘娘，姜金咩娘娘，嗰時候細神一定要當注意，嚇咩當到新手父母哈，佢第一擺細神家下哈，這些年鵝鴨一不小心就跌到水底怪。係啊，新年剛出世有啲會懂生呢，好啊，你留意啦。對啊，就當神氣啦。咁講新年嘅細神哈，就講用嚟搞新年嘅，包括臍帶護理咩重要？哦，臍帶。對，臍帶忙碌算是傷口。對，忙碌家下哈，就全部當注意要同佢照顧好哈。個也係鵝鴨嘅部分，個媽媽嘅部分呢，就講供完年。好，子宮會收縮，好，就要同媽媽子宮去做按摩，好，做按摩的動作，嗰搞幾樣嘅 V 呢，好，搞幾樣嘅 V 呢，所以呢，對姿勢，好，個乳腺有沒有堵塞？乳腺有沒有堵塞？就可能有的媽媽夾嘅黏會較少，有可能是堵塞，有可能係堵塞，嗰還有就要注水，剛講嘅要注太風抽水，幫媽媽洗身。好，幫媽媽洗身，嗰還有媽媽哈，尤其就客家人，憂鬱症的比例會比較高一點點。因為客家人比較壓抑。除了壓抑哈，詭計動動。哦。詭計較動，迄同家人共下係咧哈，因為詭計動動，故說動動。阿比動態。對，阿比較態，有一隻月子媽媽在中間做一隻緩和劑，沒動好。我會同佢講聊一聊今天的心情如何，就可以避免產後憂鬱症。我還有青蔥葉嘅哈，你哋媽媽種蔥葉嘅服務就係注射的比注射咧，蔥葉，你哋月子餐哈，我可以譬如講阿佢妹，你好生乜雞，好生肉，好生肉，我都可以做稀飯色咧，做得色咧，就做你要注意嘅東西，哈，不能食，來不能調用。
要真嘅有动专业嘅知識到地度，也可能係頭擺傳統作業咧，唔會注意到嘅這麼細節的事情。比如說，亞洲公司沒有按你專業嘅這個月子的秘書。係，錯，我哋啲訓練家下吼。當接又當到媽媽所講，哦，我以前做嘢家下吼，真勁，我白做亂做，我咪唔知講要按專業嘅事情，嚇講嘅誒記酒識幾張嘢咧，哎呦學做學死嘅，就已經是記酒就錯誒。不過其實還有，比如講像是月子秘書啊，也按專業嘅頭路通，一般比如講爸爸媽媽也係阿公阿婆去上課，比月子秘書因為佢也有受過當完整的訓練，月子秘書同一般的月子媽媽培訓起來，有那條冇共用的課程。因為講誒條做嘢家下吼，媽媽還有當多事情要處理，嚇，因為家屬講，我假如我恁出唔來家下安樣嘅，嚇，咁我月子秘書呢，我請基本的產後泌乳的一個按摩的動作，好，給我一觀察講，人家泌乳量如何，講你吃的東西錯也唔錯，好，因為你吃唔錯東西，佢嫩做冇嘅，係一個人媽媽壓力強大，佢嫩做冇嘅，講誒個月子秘書佢當我安排好所有做些行程，好，我幫佢當流程，好，就講新年個還有一個當重要講新年的作息習慣。好，佢那叫我訓練，好，那叫我做乜嘅？我幫佢養成習慣，因為媽媽做完嘢，可能2、3年以後要轉去上班。好，但係新年呢按部頭，半夜一定會喊起來，一定會叫。當然講好，新年呢1歲以前，爸爸媽媽唔點嘛，該按到睡飽。係對，錯，冇錯。嗰時候誒，就主講要專業嘅人哋服務家下好，就會搞幾樣嘅調整新年嘅作息時間。好，以前以為新手爸爸媽媽，我講，哎呦，按部頭新年叫家下好，當麻煩，好，做幾隻天父做講。啊，我哋就啲中年家族同佢講，啊，本新年有白天跟晚上的分別。好，我們也會教爸爸媽媽，就是怎麼樣去模擬子宮環境，讓寶寶他有安全感，安心的感覺，是一個舒服安心的感覺。冇得拜新年嚟叫就敷貼嘛，我你啊，做貼路廣告可以變呢，可以拋呢。哦，唔過按你課程其實沒有本部看人上課，有。堂公沒有一道當神奇，比如講是爸爸來上課，照顧新生兒的課程的，是不是？有哦。有位爸爸吼，就講第一擺同本人做嘢，吼，佢要當緊就講，哎呀，唔知安樣來照顧新年呢？佢咪當想講，可以伴家本人吼，好好休息。嗰時候有時很叫媽媽來上課，叫媽媽會講，哎，佢做嘢做按呢按艱難的事情，吼，佢唔適宜去上課。佢爸爸就會講，做唔得咯，就叫佢去上課。好，佢爸爸來上課，家就當成治療，好，因為全部做婦人家。好，做一張爸爸聽聽，可是我們都會給他很棒的鼓勵，對，很貼心。對，因為講，本樣的做嘢，爸爸係當重要的一個角色。對，就看冇講像以前講客家人較大男人主義，做唔得安尼，做唔得安尼吼，像我身上要當同俺爺哋要做會當好呢。哇，拍手呀！哈爸爸要愛當貼心哦。嗰時候今日節目底都教動到，教大家動到也做嘢嘅知識咯。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下卡度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底都愛同大家來分享嘅，看這個你啲美麗可嘅呀月子秘書吼，呀月子秘書剛剛一開始那個海山經裡面有同大家來分享到，月子秘書愛做嘅事情非常多，唔過咩愛同呀產婦也係講產婦嘅家庭，向下來做一隻配合，跟生來呀產婦愛乜嘅時間來申請，大概在什麼期間來申請這個月子秘書係較好嘅呢？因為伊有神通，當多人假如講約一隻較好嘅、較有經驗嘅月子媽媽嘅話，吼，佢差不多伊有神通2、3年、3、4年，按照就預約，就要開始來預約了。對，因為像一下排案呢，差不多就到明年、過年、3年、4年咧。
姑说真的是要很早就开始来学，因为较早就会来约，没有伊只好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哈，当多要注意的事情，我就可以事先来提醒给，哈，谈妈妈要注意的，该摄取的营养素，对，营养要均衡。哦，像按你这个到府服务啊，你坐月的秘书，坐月子的秘书同妈妈，同家庭，家的就会有一种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种默契，因为会有一段时间，大家不会懂接见面。对，没错。对。不是，人家就会讲，迄都嫁给家庭，迄做几一张捏来家呢。好，家，故说，人家就讲做捏俺没讲服务产妇而已哦，我就多当多讲同家官家娘穷下迄咧，好，人家就爱提讲家不卡迄俗。很样诶，假使讲爸爸妈妈懂传统，嘿，错，我就啲苗栗烟哈，因为哎呀，懂，客家人这个係懂传统啊，因为讲就客家人哈，懂好的优点，尤其係中年的优点哈，嗰時候有的人講後生人較冇辦法接受，哈，嗰時候就去家下吼，就會詢問講，呀，裝批嘅俗很樣誒，哈，有的裝批講較有趣的事情哈，有的裝批會講，總唔得喺新人面前講好話，總唔得喺新人的面前講好話，佢講壞話誒，要懂生氣哈，因為好像以前阿婆們有講，新人誒上無面，講像搶面條樣誒，喺喺啲人面前講好話，講哎呦唔行乖哦，其實我故意同唱反調。哦，黑暗誒，故說總唔得同新人講啊，你好可愛哦。故說有時就客家人吼懂生氣吼，我就啲照顧家下，有的家庭會，有的家庭唔會，有的講總唔得啲人面前講好話家下，我就只會講，哎呦，很得你鬧哦，因為上頭很得你鬧，可是你的表情要很快樂。對，因為小朋友會感受到。對，因為他其實是很可愛的，然後或者是他很棒的，但是我們又不能當面稱讚他。難怪銀行人講新人咧，等人下就會講等人鬧。嘿，錯，都係安尼。都以為裝批啊，像一下啲服務嘅吼，佢咩？我睇有一隻89歲阿婆哦，然後就當規天係嘅月子媽媽、月子秘書吼講，我嗌做唔得男女來做下哦。男女去做下，做乜嘅做唔得去做下咯？因為做下要做神、做公爺，嚇佢講安尼對神明主無尊重，嚇，故說捏婆會講就做捏嘅人，嚇，捏婆也好，我嗌也好，佢慢慢捏，做唔得捏去做下。係哦，嗰種阿婆啊，嚇，佢要拜爺呢，佢咩每年捏嚟嘅，因為捏嚟嘅，佢一張捏就做唔得拜爺。頭擺嘢少，準數就從來當個家庭就冇共用，故時候人家就沒有發動到心思去媒合，對不對？其實就事先你了解就做得咧，就講事先就了解講，腳下有1到3年啦，腳下係熟很樣嘅啦，習慣很樣嘅啦，我就會優勢就變到個，我就本身係客家人，故時候我就較第一客家嘅熟，對，啲苗栗煙做家下吼做。佢唔會講有一隻落差，對，喺我件事喺好多年來同客家人做嘢，家下就會較辛苦，就會講唔清楚講，做乜嘢就客家人規矩按到，係，對。唔過講到也熟冇共用啊，其實就算係共用東方人，沒有等到冇共用嘅熟，今年沒有去大陸去搞幾片嘅月子秘書來上課，從對，我第拜去年哈，要算今年1月份嘅啦，吼，去大陸訓練嘅就會越少家下吼，我咪出到當神期，因為講就台灣按4隻嘅哦，北部同南部做嘢都冇共用嘅，客家人同河洛人做嘢咧熟咩冇共用嘅，但係就去到大陸家下，佢哋咩當好奇問講，我有聽說你們台灣人坐月子都吃麻油雞，老師麻油雞怎麼煮啊？我說哈，你們沒有吃嗎？對，我們也很好奇。那你們坐月子到底吃什麼？對，我們很好奇。佢哋我同人哋分享講，佢哋做嘢家下吼，因為大陸過去咪講較辛苦啦吼。佢講佢哋做嘢食卵較多，食卵，嗰佢哋會食一種很多西鳳湯。
西凤汤，就四红汤。他说四红汤，我说哈，什么是四红汤？阿 Q 没 Q 要没懂都疑问哈。问号。对，问号。对。其实西凤汤就是西种色。凤粥。凤粥。桂圆。桂圆。好，共含有枫糖。枫糖。共含有枸杞。西藏，这稍微可以理解一点，这个食材蛮熟悉的。对对对，他就会把它煮成像甜汤。我们翻白话一点，就叫桂圆红枣茶。对，他们就是喝这样子叫四红汤，坐月子比较多。我说就去泰国干哈，我讲就台湾人动厉害，动腔，动到做呢咧安尼传统的习俗，可以同佢变到讲月子中心。好，高档5星级月子中心，有像饭店用的这么豪华的那种，连日本人都要来取经啦。对，好，共含有月子餐，好，它就是很方便，把它变成月子餐，好，送到家里去。呀，它进来进到诶，进来进到。到像人家提供的方式，嘿，直接都不卡低度。呀，对于我觉得产妇来讲，比如讲外地诺贝做嘢，同外地不卡做嘢，当然系不卡卡强松卡食材，不然我们就会罚动多钱，去住非常豪华5星级、6星级的月子中心。其实月子中心每一都好处啦，就讲第几道可以好好休息，完全。好，各有护理师，好，各有保姆，专业的保姆同照顾生人的，你要找你做好好休息。我就讲，就讲到假如讲啊，迄些讲天一台、天3台加下安样诶，我大宝又做唔到带去月子中心。我说要时候做来请请来幼儿乐，我们找一个专业的月子妈妈，第五卡同周年，又还可以顾到木卡，个顾到呀，胎的大宝。好，要在工厂跟他没动神气，因为大宝也要接受新的生命啦。嘿，还要帮大的小孩做心理建设。对，没错，以为会晒酸。他讲，做妈妈一下全心照顾弟弟妹妹，小弟弟妹妹，用冇注意爱。好，有时候讲，就月子妈妈第五卡没可以来同妈妈倾诉。好，嗰啲月子中心如果按1-3年，照顾按到有爱诶，就第五卡做冇用哦。妈妈同月子妈妈，好2-3年向下照顾一只有爱，就可以有较好的照顾。对，不过爱吃豆经理也很厉害，因为想到讲爱啲苗栗可以按你的散压，唔去甲冲压，韩国就冲压，去甲月子秘书到产妇副卡底部按用的方式，嘿苗栗梯甲冲冇。我公司的苗栗系算第一家到府坐月子服务的中心，哈，在台湾庆州做安尼服务系彭婉如基金会，好，就讲因为当初也是一个发心，要怎么样去协助我们妇女这样子，因为你去甲供产咩？嘿，我去甲供产咩？我哋苗栗哈做10年，系因为讲我之前讲供产咩生年嚟家下哈，去甲做年没有。特殊的经验啦，因为我特别讲完年做拍血啊，古时候也要懂注意，对，也很可怕哈。古时候没我动感车讲我家娘吼同我捏来作为导航，我没有读到当到同事哈，以前记得啲中年家下讲请人家来听书，又没当专业的讲月正经迄专业的月子妈妈哈，就讲请林莎啦阿姨也都来听书，给中年做一早年下来。就这个没动开，没错讲发现又冇得到按好的效果，哈。但如果关键是介绍月子妈妈来，就当然讲诶，属于冇重要。我说人讲，苗栗某年做安尼事情，甲做爱来做好诶。哇！嗰时候没一辛苦啦。对，不过幼儿乐上迄啲苗栗一只新诶安尼到府服务诶安尼做业的方式咯，提供给大家。不过其实啦，一开始没有讲到，其他就还有农村有也做业料理的服务哦。天公日就要来同大家分享哦，先休息一下，先甜点欣赏来做运动。